現代病院內科部醫師沈宗玉表示，糖皮質素是一種腎上腺分泌的荷爾蒙之一，相比清楚壓力的荷爾蒙，當體內糖皮質素長期分泌過多，會造成一系列的代謝異常，甲着病理的變化，也就是庫欣氏症候群。庫欣氏症候群呢，它其實是一種內分泌疾病，它是我們腎上腺分泌的皮質素效果過強所導致的疾病。腎上腺是我們人體正常的器官，在我們的兩側的腎臟上面，左邊右邊各有一個。腎上腺會分泌很多種不同的荷爾蒙，其中就有包含皮質素。腎上腺的皮質素呢，在正常狀況下，它會協助我們的人體去調節我們的新陳代謝。那當我們人遭遇到壓力，比方說住院、感染，或者是需要開刀手術的時候，這個皮質素也會協助人體針對這些緊急情況做出應對。但是今天如果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，皮質素的效果過強，就會導致一系列的症狀、外觀改變還有不適，也就是庫欣氏症候群。庫欣氏症候群常看的症狀包括體重增加、肌肉無力、月亮臉，甚至水牛肩頂。若無及時來診斷甲着治療，可能會引發高血壓、糖尿病，甲着骨質疏鬆等慢性的疾病。庫欣氏症候群的病人在外觀上會觀察到一些特點，包含月亮臉、水牛肩，還有人變得比較肥胖，臉變得比較圓潤等等。那除了外觀上，庫欣氏症候群的患者本身也會出現一些症狀，包含說他會肥胖，而且是中樞型肥胖，脂肪堆積的部分集中在軀幹。前面提過的月亮臉、水牛肩，它還會有皮膚變薄，一些擦撞就容易有擦挫傷，容易淤血，然後臉部很容易臉紅等等情況。它還會有近端肌肉無力，很難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很難爬樓梯等情況。在女性還會觀察到有多毛以及月經混亂等等的情形。庫欣氏症候群呢，如果長期沒有發現未獲得控制，還會導致一些慢性的併發症，包含高血壓、高血糖，或者是骨質疏鬆。骨質疏鬆就有可能會引發骨折，影響到患者的生活品質。醫師強調，庫欣氏症候群有分內源性甲外源性。內源性庫欣氏症是跟腦垂體或者是腎上腺的功能異常有關係，造成體內糖皮質素分泌過多。而外源式的庫欣氏症，則是因為長期使用類固醇的藥物，或者是使用來路不明的藥品甲着補品，和身體長期暴露在過量的類固醇而造成。台南新聞林英根採訪報道。